同大家揮下手先。大家好啊！你知唔知係我咩人啊？老公係我銀幕上嘅老公啊！因為我就嚟拍外傳㗎啦，咁佢就做我潘永烈嘅。靚唔靚仔啊？得啊！中意揸快車潘永烈。係啊係啊。係啦，咁喺呢度啦，唔阻大家啦，送首歌俾大家，就係改編自鄭秀文嘅《默契》。點樣講？就是離別歌，就是懷念歌，便清楚愛怎出錯，便清楚你真的愛我，但往日我很傻，就是常做錯，就是求自我，未珍惜身邊一個。就此生再不想錯過，從年月裏能全部看清楚。由始至終，只有你一位難以代替，愛得多仔細，靜看着對方無言語，仍然是覺安慰。明天世間怎去再估計和你默契？愛一生一世，是你令人生能完美。誰人及你，等於我一切。不如攞去有拍下手。懷念過，便清楚愛怎出錯，便清楚你真的愛我，但往日我很傻，就是常做錯，就是求自我，未珍惜身邊一個，就此生再不想錯過，從年月裏能全部看清楚，由始至終，只有你一位難以代替，愛得多仔細，靜看着對方無言語，仍然是個安慰。明天世間怎去作估計和你默契？愛一生一世。是你令人生能完美，誰人及你，等於我一切。由始至終，只有你一位難以代替，愛得多仔細，靜看着對方無言語，仍然是個安慰。明天世間怎去作估計和你默契？愛一生一世，是你令人生能完美。誰人及你，等於我一切。我哋上翻台先。好，我哋請 BB 咧慢慢嚟到台上先，因為跟住落嚟咧，我哋都希望咧兩位望住鏡頭影張相先啊！同時間我哋大會都準備咗個 surprise 俾下位 BB。
哋展覽集團嘅代表 Alan， 都係靚仔，一齊影張相啊！亦都會獻花嘅，親都轉啦，打比先生一齊影張相啊！非常之好啊！大家掌聲可以再熱烈多少少？係咪人靚聲甜啊？我哋下位 BB， 正唔正？睇下轉頭可以幫你哋爭取到福利，可唔可以捉住佢影下合照啦？幫你哋爭取下啦，盡量。再一次熱烈嘅掌聲，多謝晒！好，多謝晒大家，多謝晒，拜拜，遲啲再見，記得留意下回轉。幾時有下位轉啊？我捉住啊下位 BB 問下先，幾時有啊？你哋兩個我哋講籌緊班嚟緊開拍㗎啦。係。係啦，嚟緊開拍咁就佢啊當然會出席啦，會出現啦熒幕。咁啊當然啦，佢就係女主角啦，係咪？佢當然係啦，咁但係佢係會出現翻佢自己呢個年紀嘅部分嘅。咁所以咧，成個轉由細到大，咁就係好多人會演嘅。哇！要好有美貌先可以演到下位 BB 以前細個嗰啲啊！你睇下後生幾靚女，而家都好靚㗎。而家正唔爆啦，呢種嘅。而家都靚爆鏡㗎，人哋都爆燈㗎，係咪啊？靚唔靚先？靚唔靚先？係啦。到時會唔會支持下位轉？支唔支持？大聲啲！Yeah， 中意佢哋嘅氣勢啊！轉頭咧可以繼續留喺我哋會場啊 BB， 因為好多嘢食㗎。你人見人愛，一定個個攤檔都準備請你試食㗎，知唔知啊？好，我哋轉頭見 ，thank you，拜拜，拜拜。接住落嚟舞台呢邊咧，我哋仲會為大家帶嚟有唔同嘅節目環節嘅，OK？